有冇想象過1950年代嘅公營房屋裏面嘅生活情況係點呢？幾時嘅公屋單位開始設有獨立廚房同埋洗手間？現時嘅 Y 型公屋有咩特色呢？今年係香港公營房屋發展60週年，香港房屋委員會同古物古蹟辦事處同埋中文大學舉辦咗呢一個話說公屋展覽，回顧公屋發展嘅重要進程。主持展覽開幕儀式嘅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張炳良話，公營房屋喺過去60年改善數百萬香港市民嘅生活，擔當咗重要角色。香港唔少嘅市民呢，喺過去60年都係一直受惠於公營房屋嘅計劃嘅，而公屋咧亦都係為本地嘅社會同埋經濟發展奠下穩固嘅基礎，改善咗數以百萬計嘅家庭嘅生活環境，幫助市民呢喺社會上呢係向上流動，而都同時呢係促進咗我哋新市鎮嘅發展，令到香港呢係不斷去成長。而公營房屋亦都係成為咗香港過去成功故事嘅一部分，係香港市民呢係引以自豪嘅一個集體嘅成就。我相信喺今天社會裏邊各行各業嘅精英呢，唔少係出身於公屋嘅，咁可以講咧，公屋都係孕育咗我哋新一代嘅好多嘅個人嘅成功故事。展覽由9月27號起喺尖沙咀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行，直至明年3月初，展出多款唔同年代嘅公營房屋模型，亦都有昔日嘅文物、珍貴圖片同埋短片，細說50年代簡樸嘅徙置大廈點樣演變成為設計優良、設施齊備嘅現代化屋邨。